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10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出师不利。我们要读士师记20章17到23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不要被这世界同化，要让上帝改造你们，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，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、完全、可蒙悦纳的。罗马书12章第2节。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是东斯拉夫民族国家，在语言、历史和文化他们有密切的关系。在苏联1991年瓦解之前，乌克兰一直是苏联的一部分。在1991年8月24日，乌克兰政府发表了国家独立宣言，正式宣布脱离苏联独立，改国名为乌克兰。在2月24日的清晨，就是在今年了，俄罗斯总统普丁发表全国电视演说，宣告要以去军事化及去纳粹化为名，来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的行动。几分钟后，飞弹和空袭就袭击了整个乌克兰，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座城市及其防卫设施。不久，这几十万的俄军在地面这样的一个出击，从多方面向乌克兰大规模的入侵。他们自以为师出有名，能够短期就拿下乌克兰，结束这场战争，但没想到俄军多次攻击的行动受到挫败，一直到现在还在打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讲到以色列的联军共有40万人，为了要与便雅悯支派征战而聚集，就是我们在上集有谈到，为了要替利未人伸张公义，所以他们聚集前往伯特利。以色列在进攻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先求问上主可不可以打，这个上主就会给他们指引可不可以，然后用什么样的方法跟策略来攻击。然而这次他们想说，他们的40万大军对付便雅悯支派应该稳操胜算，绰绰有余，所以他们就自行决定要对便雅悯进行战争的攻击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出师不利的关键点，他们没有先求问上主应该要如何处置便雅悯人，而不是应该自己做好了决定要打仗后，才来到上主的面前求问他，然后让他背书。求问上主该派谁作为先锋部队，这是这次的求问嘛？上主也回应他们，指明就是犹大支派。虽然这场战争这个场面跟士师记第1章的1到2节好像有点类似但其实征战的对象是不同的。当年要对付的是在地的迦南人，如今他们要攻打的对象是自己的手足。以色列人假借上帝的名义，在愤怒之余，使这场战争能够师出有名。
所以以色列众人先派犹大支派出战，结果却战败，有22000人战死。第一次与便雅悯支派的交战当中，以色列人竟然败给了便雅悯人。他们不是有求问上帝吗？不是上帝叫他们先派犹大支派出去应战吗？他们失败了，所以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哀哭。圣经说直到晚上，哭到晚上哦，哭到不行哦。他们求问上主，我们该不该再去攻打我们的同胞便雅悯人啊？上主回答，该去啊。于是以色列人得到鼓励，又在前一天布阵的地方来列阵。其实上主想要的是什么？上主想要的不是要他们因为失败而痛哭，而是要让他们承认自己的罪、自己的无知，并且真实的悔改。今天我们看到，因为不尊重上主要不要打，要先求问他，不是决定了才请上主背书啊。所以他们出师不利，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。今天我们先看到这里，当他们重整旗鼓准备再战的时候，会是得胜呢，还是继续败下去？让我们明天继续看下去。我们来默想求问上主的旨意的这一些以色列人，与士师时代初期有何不同呢？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你有没有先求问上主的心意？他有没有指引你怎么样做决定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常常自己计划好自己要走的道路，才来求你为我们所计划的背书。真的要求你赦免我们的无知，不尊主为大的罪。我们为自己轻率的行为向你认罪悔改，因为唯有你才能够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。我们要祈求圣灵教导我们，能够深切地反省，能够遵行天父上帝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